台南市精英管弦乐协会自创会以来，长期亲力社区举办音乐的活动，而且协会还亲力偏乡，不但促成南华北寮国小廖爱弦乐团的成立，去年还有7个大家国小的弦乐团。今年拄好协会满10周年，因此伫立委陈廷辉甲立议员陈怡珍的合作，特别举办2025精英扶植偏乡的音乐成果发表会。台南市精英管弦乐协会其实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扎根偏乡的音乐教育哦，那也在很多的学校来成立这个学生社团哦，那来扎根，让这个偏乡的音乐素养可以提升哦，真的非常用心。那今年刚好是协会的10周年哦，在我们的创会理事长，还有我们的黄正公校长，还有现任理事长怡璇哦，他们共同努力，还有所有团队努力之下，催生了这一场音乐会。那也很荣幸怡珍跟庭飞服务处可以担任协办单位哦。那我想今天有非常多多元精彩的表演内容，我相信可以让大家看到音乐是可以跨越城乡、跨越年龄、跨越身份的哦。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协会的用心，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美好精彩的音乐会可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台南可以更充满更多音乐的文化。首先感谢议员的帮忙，帮我们争取到社会局的经费。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有拉拢到偏乡，还有我们的青营哈，我们从小朋友到长辈，还有我们的身心障碍者，我们一起来用这个协会的10周年音乐会，非常的难得，非常感谢议员的帮忙。这场成果音乐会9号下午伫太平境马家国纪念教会来举办，演出的内容除了协会理事长亲自来弹奏教会大型管风琴，还有 YMCA 新疆慈光合唱团的演唱，乐林棒中团、甲伫嘉义大埔中小学管乐团，以及台南偏乡负责的北寮甲伫大家国小的弦乐团，精彩多元的演出内容，不但带来感动人心的音乐，同时嘛跨越城乡甲伫年龄的限制。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